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台语歌内底真侪歌词，真正听到足感动人。论真讲吼，真艺术。你像讲听安平对唱曲内底伫咧讲放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相思寄着海边风。搁有迄条青春悲喜剧咧讲，想今日身躯毋是普通事。啊，嘛搁一条南岛夜曲，伫咧讲颠来倒去，滚送金卡链，林林拢拢叫醒初结缘。这三条歌词作词拢是陈达如老师呢。啊，搁再搁编着一条，原来陈达如作词，毋过即马较罕得听的歌名叫做《夜地花》，搁再讲互你互相参考一下。见面歌词讲青灯地点仔内，西装抹粉，面笑心悲哀，受人侮辱，暗暗流目屎，抬头看到所爱迄人来。听头一炮，咱就知影讲女主角伊是风尘中人，但地点仔内受人侮辱，暗暗流目屎。上界恰是上界歹看的时阵，抬头看到所爱迄人来。我以爱的人来到我面前，虽然我感觉真艰苦，互伊看到我真正艰难这一面，不过我心内嘛亲像有一把火倒起来，产生新的希望。当然听歌的人就会想，啊，刷落去第二拍安怎样讲？搁落去歌词讲，哥对阮费心神，真情对阮更加阮悲情。青红灯卡毋是好光景，望高自重，毋通误坚定。是啦，你对我有意爱，你就要来甲我点台，你就要来甲我交关，我就提醒你，你要自重，千万唔通讲为着我耽误你的坚定。啊，毋过所爱迄个人，敢有简单会当解说讲，安尼就要放弃咧？无可能嘛！而且第三拍的歌词刷落去听，讲爱情好，小疼痛，你是一个聪明读书人，唔通为我放荡学业棒，我愿为哥。解读做女工，陈达如歌词真正够写，伊剧情变来变去，到受煞讲，风尘中人决定脱出歹环境，我愿为哥解读做女工。啊，国情足认真编，才去编到这条歌，因为较早敢若老演员捌管过，歌名甲改做《杏花过之恋》，搁有那卡西的歌手柯半，甲歌名改做《地花之恋》，搁有白冰冰姐嘛捌管。保持具体的歌名《夜地花》，这个情编出来，含你互相特别研究。